你轻一点。哎，让你做个护理你也不做，你头发这么毛这么燥，让你做个护理你也不做，吹到人不疼吗？每次都抠抠缩缩。哎，你这是啥态度嘛？哎，你洗个头就没几个钱，我还给你啥态度？给你换一个热。啊，换一个就换一个，我还不想让你给我吹呢。哎，阿强啊，那边有个做护理的顾客，你给吹一下头发。你咋不去啊？我有事儿，那个啥。做的多少钱呢580，你去做。叶子打给我吗？叶子打给你啊。行。美女，我帮你吹吧，他那个有点事儿，好吧？快点，快点，我赶时间呢。好。好了啊。多少钱？啊，580。啥？580？我就光洗了一下头，你收我580，你坑钱的嘛？啊，你光洗了一下嘛？对呀。然后来我们那发现说你不做护理呢？我没做护理，我就洗了个头发。啊，那别生气，那收你20就行了，好吧？哎，阿强，哎，我想了下那顾客，你光吹了下580的护理，咱俩有个份儿。这是别人巧不想看到呢。